你有没有一个症状，总是反反复复？你看过医生，做过检查，但身体就是告诉你还没好。我也是这样，意识到我才发现，原来身体是在告诉我一件我从来不敢面对的事。就在那么一天，我机缘巧合地接触了一次旧井灵气，被启动后，我全身发热，身体在震动，泪水一直流个不停。那不是伤心，而是一种原来我可以不用再撑着的释放。身体是在替我哭，是他在说那句我一直没敢说出口的话，那个委屈。有些病是身体帮我们喊停的方式，或许我们一直在撑着，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，但身体比我们更诚实，他看穿了我们压抑的情绪，没讲出口的委屈，他只能用病来保护我们，提醒我们该醒了。身体是灵魂的地图，疾病是情绪的语言。